台南市的西门圆环车和人是拢真多，不过青红灯线设计了有问题，互人和奥多摆同时阵做伙行，实在是真危险。即马交通局就拍算要针对过路人来设计青红灯，甲车拢总动落来了后，才互人安全行过圆环。60秒的绿灯，行人，这人是不降速的哦。这些机车是不降速的，因为对向这里是绿灯，前面这边是绿灯。迄年行伫西门圆环，准备行斑马线到对向去，不过同一边的地形号志线嘛是绿灯。当奥多摆进入圆环外环道的时阵，迄年要行过斑马线过马路，实在是真困难。设计蛮有疑虑，因为它会变说车子要右转，我们行人要看车，然后车子又不一定会让，因为他们车子的路口是正确的，它可能会有死角看不到。你觉得这个号志设置的有没有一点问题？有，常常都有瑕疵。机车的绿灯跟我们行人是同一个方式的，所以当过去的时候，其实真的很危险，因为机车它过来的方向，它可能会看不到行人。徛伫路口往圆环看，大大个是牌顶面写着基慢车会当红灯正弯，嘛就是讲这个路口，因为奥多摆技术只会使行外环道入面圆环，因此无需要停等红灯或者是绿灯。佮加上转弯的路口空间伤细，奥多摆技术若是骑伤紧来转弯，行人实在是真危险。为此，台南市交通局嘛表示，将会针对行人号志做行人早开。目前我们会针对路口圆环的所有的行人号志做行人早开的部分。让行人可以优先先行，让车辆可以有一个示警的动作。台南旧城区总共有7个圆环，长久以来入面外环道拢会使红灯正弯，但是嘛有一寡所在改做禁止红灯正弯，尤其是部湾规定无统一，造成混乱。加上这次又搁出现行人无法度行斑马线的状况，公部门嘛赶紧研议新规，保障行人的安全。记者王正云台报道。